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。依家啲人成日話要做情緒嘅主人，你要去控制情緒，千祈唔好俾情緒控制。今日呢，情緒價值呢一課書就不如就講下點樣梳理一啲負面嘅情緒啊，同自己和好啊。今日隨住香港呢個生活節奏急速嘅城市啦，壓力又咁大，咁所以呢，其實社會情緒唔穩定嘅人就越嚟越多啦。就好似喺交通工具上面啦，你會見到真係超多一啲鬧交啊、打交啊嗰啲嘢，真係好多嘅。咁所以都反映到真係香港人嘅情緒壓力都好唔穩定啦，隨時就爆噶啦咁樣。咁所以好多人呢，就係成為咗情緒嘅奴隸，喺情緒失控嘅時候，成日都做出一啲出格嘅行為，造成咗好多諸多不可挽回嘅損失，把本來係岌岌可危嘅關係徹底搞和咗。喺情感關係之中，最致命嘅就係遇到一個情緒唔穩定嘅伴侶。一個情緒唔穩定嘅伴侶會讓到關係時刻處於一種劍拔弩張嘅狀態，而正面嘅溝通冇辦法實現，司空見慣嘅好多都係大吵大鬧同埋歇斯底里。喺產生壞情緒嘅時候，有啲人會選擇做出一啲極端嘅行為，就例如係暴飲暴食啦、酗酒、放聲咆哮、嚎啕大哭咁樣。呢啲嘅做法或者會能夠暫時發揮一種自我麻痹嘅效果，但係實際上面純粹係一種自我傷害嘅行為。而另外當一個人好閒嘅時候呢，都可能喺沉溺喺一啲不良嘅嗜好之中嘅，養成好多嘅惡習。呢啲嘅惡習唔單止冇辦法解決情緒嘅問題，反而會讓到心境越嚟越低落，從而去引發一啲新嘅不良嗜好。所以我哋需要透過讓到自己忙起來嘅方式，去到陷入避免困境。但係呢一種忙起來並唔係漫無目的咁樣忙亂，而係忙一啲能夠讓自己變好嘅事情，讓到自己充實起嚟。你係點樣應對壞情緒嘅呢？當你嘅情緒唔好嘅時候，你係選擇點樣去到排解？其實被情緒影響嘅係人之常情，但係控制好情緒就係每一個成年人都應該做到嘅體面事。掌控壞情緒係愛他人，更加係愛自己嘅表現。用一張清單，學會做情緒嘅主人。對於壞情緒，需要用健康嘅方法去到化解。如果你唔知道點樣做，不妨試下用呢啲以下嘅方法啦。第一，你一張清單，寫下你成日使用嘅發洩情緒嘅方式，睇下其中有邊一啲係不得體嘅偏激行為，然後回想起究竟係啲乜嘢原因促使你咁樣做嘅呢？第二步，仔細諗翻轉頭，喺遇到邊啲類似嘅事情或者人之中，你會控制唔住自己嘅情緒呢？第三步，問下自己，做呢啲偏激行為真係讓到自己快樂？事後係唔係會經常感到後悔？第四，回想做呢啲嘅事情，成日俾自己帶嚟咩負面影響？第五，做一個清醒嘅當事人，將自己當成為自己嘅摯友。試諗下，如果係你嘅朋友做出呢啲嘅行為，你會點樣勸佢？例如你總係喺情感不順嘅時候飲到爛醉如泥，之後上吐下瀉，咁樣假如朋友每當情感不順之後就去買醉，時常飲到不省人事，你會點樣話佢？將你所講嘅說話記低，呢個就係你應該俾自己嘅建議啦。第六，停止呢啲偏激嘅行為，試下思考有邊啲有效而且睿智嘅好舉措，回想起自己曾經用過邊啲理智而且溫和嘅排解壞情緒嘅行為，橋越多越好，將佢哋列為一張嘅 list。第七，當自己嘅情緒即將崩潰嘅時候，迅速轉移注意力，將自己列出嘅清單之中選擇最行之有效嘅好方法。呢個能夠去到防止事態繼續惡化，避免壞情緒繼續作祟。如果你唔知道點樣做好，咁你可以試下下面為你列出嘅清單。第一，畫畫。第二，飲咖啡，喺 coffee shop 去到靜落嚟睇下窗外面過往嘅人群。第三，寫作，記錄自己嘅心境同自我對話。第四，諗翻開心嘅事，可以多睇一啲舊相片。第五，多參加線下活動。第六，搵人傾偈啦，可以打俾朋友。如果問題好嚴重，可以同諮詢師傾下。第七，改變妝容，換件衫，換一套嘅妝容，俾自己換個心情。第八，列出自己嘅優點，多啲複述自己嘅長處，做到正向強化。第九，運動，瑜伽、跑步、跳繩、舞蹈、游水、踩單車呢啲嘅興趣，揀一個最適合你嘅項目啊。第十，烹飪，為自己做一餐精緻嘅正餐，或者做一啲嘅甜品。
第11，改造間房啊，改變房間嘅裝飾，為自己換一種嘅生活環境。第12，睇戲可以約一啲好朋友一齊，都可以獨自前往。第13啊，外出散步，去呼吸下新鮮嘅空氣，多接觸自然。14，靜落嚟，從1數到100，咁樣做簡單，有時都好有效嘅。喺列一啲嘅 list 嘅時候呢，你應該根據自己嘅個人偏好，選擇最適合嘅方式。方法越多越好，最少20個。你擁有嘅選項越多，能夠成功轉移注意力並掌控情緒嘅幾率就越大，防止事態惡化嘅幾率亦都越大。不妨從清單之中揾出一啲最感興趣嘅活動，然之後諗一諗，如果你去做呢啲嘅項目，會遇到啲乜嘢阻礙，進而去到尋找阻礙你嘅原因，最終將其消除。如果係實在行唔通啦，咁你可以選擇能夠獲得同樣嘅效果嘅其他活動。如果冇阻礙，咁直接去做啦。要毅然決然咁樣去做。做呢一切嘅目的係幫助你跳出從前固定嘅一種嘅生活模式，去自由自主咁樣去諗出一啲更好嘅辦法，讓自己充實起嚟，學會提升自己嘅正面情緒，能夠幫我哋去到有效咁樣應對負面情緒。想獲得正面嘅情緒，其實好簡單。實際上掌控情緒，其實往往係冇咁難㗎，只睇自己有冇決心去改變。你對待問題嘅態度，影響住人哋對你嘅態度。如果你能夠做情緒嘅主人，咁樣你一定能夠將各種嘅關係都處理得游刃有餘。以上書本嚟自情緒價值。哇，今日呢個真係好有用啊！對於好多情緒唔好或者有情緒嘅人啦，可以咁講，都市人邊個冇情緒啊？但係好 worse 嘅就係俾情緒控制你。其實好多人都係俾情緒控制，所以先會有咁多一啲爭拗啊，喺交通工具上面互不禮讓啊，咁樣大家都好多情緒，好多負面嘅嘢喺裏面咁樣，咁所以呢，就係喺呢一課裏面呢，最俾到我嘅，我真係覺得真係你要掌控翻自己嘅情緒，翻嚟，人哋先至可以懂得去點樣同你相處，或者係喺關係之中點樣同對方去到相處啦，否則就會引起好多嘅爭拗，好多嘅問題，或者造成一啲一發不可收拾嘅一啲嘅位置。咁所以就係要懂得處理一啲自己嘅情緒，唔好將自己嘅情緒發泄喺人哋度，真係非常之重要嘅。頭先講咗10幾步啦，即係喺一啲列出嘅清單啊，係列清單都係一個好事啦，係啦。咁邊啲係點樣？你要諗下點樣去 trigger 到你去做呢件事，點解會發生呢啲嘅壞情緒，去點樣去改變咁樣。咁所以就係去諗一諗，究竟係乜嘢可以讓到你會更加可以出翻嚟呢？喺呢個情緒之中咁樣。咁所以就係做一啲，當然啦，頭先就有差唔多14項啊，就係話你做啲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啦，揾一啲自己啱嘅方法啦，讓到嗰個 focus 嘅位唔好喺情緒裏面啦，咁樣咁容易噶。但係最尾都講得好好嘅就係，其實有啲嘢掌控情緒唔係咁難，個決心好緊要。咁所以就係你要做情緒嘅主人，呢個都影響到人哋對你嘅態度咁樣。咁所以就係點樣去調和翻自己嘅情緒呢？咁樣做一個控制情緒嘅人呢？咁樣呢個真係一個生活嘅智慧啊！今集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嚟到呢度，下集再講過，拜拜。